好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中華的花壇鄉公所，今仔日是普發現金6000塊。只要是3月初一進前設置裡的花壇的民眾，無限年齡，攏總會使領。講上主要是因為去年鄉庫有存錢，存2億6000萬。鄉長講，所以把這個超收的稅金提出來，還給鄉民。公所人員坐一排斟酌對資料點現金，頭前排滿要來領錢民眾，活動中心路口嘛排工熱熱長。你多少個啊？啊，你的？領兩個哦。阿姨，你才幾個？10個。這是中華花壇鄉公所為7月20到11月30，要普發給每一個人6000塊的進行經濟禮金。但是在今年3月初一前設戶口在花壇鄉的民眾，攏會當領，因為人真多分配發。今仔日這天要發給968個人，攏總580萬8千。羨慕嫉妒，應該至少5半以上都有吧。花壇鄉公所這麼慷慨，大人發6000，錢收費倒位來現。公所講，除了省人事費，另外還有幫地產經濟小落，帶動幫屋稅新漲，含丁骨塔公共資產、遺產稅等收入攏有增加。鄉庫累積超過6億，財政相對良善。今仔2005年就存2億6000萬。稅收吼，煞一年比一年佫較高，加收超收的一寡稅收，啊，佫轉轉來予咱的民眾。這已經是花壇鄉第2擺普發現金，頂擺是普發每一人1000，這擺因為鄉庫存正多，普發6000塊，鄉民真歡喜。本來就是愛按呢，也有可能會把它政治操作啦，政治的想法，但是只要我們自己心態正確最重要。另外，在中華的線西鄉，因為我近中濱工業區，鄉公所將台電的補助金回報給全鄉15000多人，大人2000塊。活動中心透早坐滿鄉民，攏是要來領錢的。